你怎么回事？平地都能摔跤？你以为你是偶像剧女主吗？你没事吧？你一直问，你看不出来我很疼吗？我怎么摔的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你说不去救我，我能不去玩皮划艇吗？我要是去玩皮划艇，我会在平地上摔成这样吗？你自己平地走路都摔跤，你也能怪我呀？又不是我让你摔的。对，你什么错都没有，那你走啊！愣着干嘛？要走赶紧走！哎呀，算了，上来吧。愣着干嘛？你不是脚崴了吗？上来，我背你。快点啊！穿的裙子。女人真是麻烦。该，把这披上吧。这边这个风景真不错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慢点。口香糖你怎么这么沉啊？你以后能不能少吃点？你都这么胖了，还吃那么多？真的陆小曼，以后我在食堂里再看见你点那么多吃的，我就都给你扔了。我发现我只要跟你在一块儿，就总是那么倒霉，怎么回事？真是腰都快断了。啊，怎么摔着的呀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，就是在沙滩上摔了一下，现在有点痛。你脚摔成这样，你怎么回来的啊？我被他背了1公里，背回来的。把这个涂了。你给他涂呗。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让我给他涂啊？你给他涂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接我们回去的大巴马上就要到了，而且我们还得收拾行李呢。哦，你个大男人帮女孩涂个药怎么了？交给你了。嗯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去收拾东西啊。我自己来。